咱做人就爱有先见之明，若准一直活伫咧后悔，才是上侥幸。讲到台南的滨海公路有真水的黄金海花、丰富的鸟类生态，还佫有真大片的红加冬。不过最近开始有真侪渔电抢伫咧施工，在地的环境保护团体就认为讲，伫台17以西不应该佫再设供电抢路，因是烦恼讲会破坏环境甲生态。要机关拍算要提案，希望市政府唔通佫再核准渔电抢路。 对本届画面来看，台南南区滨海公路边有侪工程正在进行，其中有怪手正在甲土填好平，加准备要做渔电厂。目前计共有3个厂正在施工。不过在地环境保护团体认为，设渔电厂会破坏遮的多元生态，影响防灾功能，所以在17以西设供电厂并无妥当。但是我们看到的是，大面积水域本来有滞洪功能，有防灾功能。 有碳汇功能，你应该要养鱼的鱼温，现在却变成了光电厂。未来洗漱抽水站的水大量排过来的时候，它可能只剩下小小的水道可以排。它万一排不挤的时候，它没有地方可以宣泄。当一个鱼温只要有新电、光电的情况下，它那一个温池内的鸟是有变少的情况。 今日南区大楼小连刷咧起，其实滨海公路4口位嘛有侪红加冬，即阵供电厂设落去，就惊到时红加冬连带受到冲击。有机关拍算要向议会提案，发起爱比较台61以西，莫阁核准渔电案。不过在地养殖人员出面回馈讲，伊拢遵照政府的规定，并无违法。也有一寡生态吼，讲敢会影响到是安怎？这袂啦，这种也无污染，也无啥啊。 阮这种合法的啊，政府规定安那，阮就安那用啊。绿能案件哦，于经发局申请后，涉及农渔业容许的部分哦，农业局将会依相关规定来落实严格来审查。安尼供电到底通伫倒设的？台南社大环境小组研究员建议，其实市府会当推送伫咧停车场甲铁树厝顶来设供电棒，才通减少对土地的损动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